喺度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。功夫廣場正式啟播，祝賀功夫廣場正式起播，謝謝。好，一、二。其實我哋嘅秘組咧，羅其實兩個師傅嚟嘅，羅係羅姓師傅，咁樣咧就係江門，佢就係跟陳長毛師傅嘅，佢就係蔡李佛拳。咁佢喺嗰個江門咧就係叫羅館紅二堂國技研究社。咁梁咧就同姓羅咧就係結拜兄弟嚟嘅，佢就係玩紅拳嘅，佢就喺新會。就叫做江州群英堂。咁喺1938年，日寇侵華啦呢個，咁啊佢兩方面嘅門人落咗嚟澳門，咁當時亦都包括咗梁國榮啊，我哋秘組啦，咁啊同埋啲門人咧落咗嚟澳門，咁同時亦都係羅姓嘅大弟子啦，即係我先父啦，潘樹新師傅。咁現今我哋個發展呢，除咗我哋秉承先賢創會嘅時候啦，我哋嘅開山個拳派啦、蔡李佛拳啦、紅拳啦，咁亦都近呢10幾年呢，就參與咗競賽武術嘅發展，呢個散打嘅發展啦，同埋就近年進入咗亞洲室內運動會嘅龍獅運動嘅發展。喺青少年培訓方面，尤其以龍獅武術為主，為本澳青少年提供一個正確嘅接觸龍獅武術運動嘅良好途徑。同時，喺培訓嘅過程中，本會嚴格要求灌輸強身勵志、習武修德嘅精神，使青年一代健康地成長。本會龍獅隊中有16名優秀運動人入選咗澳門龍獅代表隊，多次以澳門代表隊及隊員嘅身份代表澳門前往馬